芒得乐团呢，在这边要送给大家一盒最诚挚的月饼。然后这个月饼呢，也只有我们芒得乐团有。它里面有什么配料呢？有我们的体贴，我们的关怀，我们的浪漫，我们的温馨，以及我们芒得乐团的甜蜜。这是我们的配料哦。保存期限呢，一辈子。保存的方法就是要好好的珍惜它。芒得乐团祝大家有个快乐、平安、幸福的中秋节啊！好，那么今天我们的音乐会啊，我们就是以最轻松的心情，在这秋高气爽的夜色之下呢，好好的来欣赏好听的音乐，那让大家放松一下哈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，相信大家好好的灵犀来听这首歌曲内心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你怎么说？好，欢迎以婷小姐。你怎么说？你的手
曲跟大家一起做分享。那在音乐会进行当中呢，我们的乡亲可以陆陆续续来点歌。那在当中呢，我们会穿插一下下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依萍小姐再带来一首轻快的歌曲，片名叫做《花香冷静》。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依萍。一年的中秋节，咱哩丢拢非常的用心，对吧？准备好上清有这个什么米粉汤啦、鸡啦，吼，来大家享用吼，真正是上盖热心、上盖温暖的一个礼长吼。现在呢，那个给礼长一个爱的鼓励，会不会？哦。爱的鼓励完还要加后面有东西哦，顶呱呱会不会？哦。好，冬瓜是长的还是圆的？黄又圆。冬瓜呢，不是长的吗？冬瓜你就要比长的，好，比一下来，冬瓜就是长的，好，再来西瓜呢，圆的，哈密瓜呢再小一点点，给我们的蔡里长顶呱呱，你要比出去哦，来，爱的鼓励加爱的顶呱呱哦，来，爱的鼓励起来，冬瓜，西瓜。哈密瓜，我们的里长顶呱呱，里长喜欢吗？好，来，然后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演奏歌曲完，我们那个先生点唱的歌曲就要准备了啊。我们演奏完一首歌曲，就由你来演唱了。那我们的乡亲陆陆续续可以再来点歌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由我们芒点乐团带来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演奏歌曲，我们大家来听一听，猜猜它的歌名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欢迎我们芒点乐团。
听完这首歌曲，我感觉心内都舒服的感觉嘛。这是一首日本歌曲哈，曲名叫做《金青海峡东景色》，由着咱的日本歌手石川小百合所唱的一首歌曲哈。那么这首歌曲呢，也就是在描写的一个当天的暗时呢，女主角呢离开了家己心爱的查甫人，家己坐着车呢经过金青海峡前往韩国。这个时阵呢，女主角呢就是着讲家己离开男朋友的这个伤心，所以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哈。那么这首歌曲呢，嘛，就这来给翻唱过哈。我们邓丽君邓小姐唱的这首歌曲，那么黄乙玲小姐呢也改编成台语歌曲《咱的一心咱的爱》。蔡小虎呢也翻唱成最起劲的啦，所以这首歌曲呢，相信咱大家听来一定会真好听对吧？金青海峡东景色，送给我们各位乡亲。好，所来今呢，由着咱的永清要来点唱的这首歌曲叫做《关南鸟之恋》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伊就讲伊袂晓唱哩。关南鸟之恋，还个六月挂彩加有心。伊会晓点了，讲伊袂晓唱。是哦，在哪里？那个帅哥啊，无啊，安尼我甲安排阮的歌曲，小等我请他起来咯。在哪里？照等下，照等下。无要紧啊，会当做伙唱，还是你要小等来唱？好，来，掌声欢迎我们这位大帅哥。好，依照咱的台南县的县歌哈，关南鸟之恋对吧？是。我知啊。台南县我们这首歌曲。